氣候變化日益嚴重，全球減碳刻不容緩。核能發電可靠穩定，過程零碳排放，而且價格平穩，技術同安全亦獲得充分認證。喺全球達至減碳目標及邁向可持續發展嘅未來，扮演住重要角色。1985年，中電與中國廣核集團簽訂合同，合資興建大亞灣核電站，係中國首座大型商用核電站，亦係內地改革開放初期最大型嘅合資項目。中電除咗係項目嘅投資者，亦為香港輸入大亞灣嘅零碳核電，並參與營運管理。大亞灣核電站於1994年投產，每年發電量約150億度，其中約80%透過專廠專線輸送至香港，滿足本港約1/4嘅電力需求，係本地燃料組合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，亦係助力香港達至碳中和目標嘅重要能源。大亞灣核電站位於廣東省深圳市，距離香港約50公里。核電站設有2台各1026兆瓦嘅壓水式反應堆，係全球最常用嘅反應堆。安全係核電站營運嘅首要目標。核電站採用中心防禦嘅原則，喺選址、設計、設備裝置以至日常運作等不同範疇設有多重獨立防禦措施，以確保核電站安全運作。反應堆設有3重獨立保護屏障，第一重係燃料包殼，第二重係20厘米厚嘅鋼製反應堆壓力殼，第3重係90厘米厚嘅混凝土安全殼。每一重屏障都足夠預防及阻止放射性物質洩漏到外面嘅環境，將對環境同健康嘅潛在影響減至最低。儘管發生核緊急事故嘅機會微乎其微，核電站已就不同事故制定相應嘅應變措施，並定期進行演習。香港特區政府亦已制定咗大亞灣應變計劃，說明核電站發生緊急事故時，香港需要採取嘅應變措施。大亞灣核電站出色嘅安全表現得到國際認同，多年嚟佢喺世界核營運者協會多項運行表現指標中都名列前茅。大亞灣喺2024年完成咗首次30年大修，進一步提升核電站嘅營運安全、供電可靠度及數碼化水平。大亞灣核電站嘅運行由國家核安全局嚴格監管，而國家生態環境部透過喺核電站入邊以及附近設置嘅監測設施，嚴密監測核電站對環境嘅影響。監測數據顯示，大亞灣排放嘅輻射量十分輕微，遠低於國家嚴謹嘅規定限值。中電另一項核電投資係位於廣東省陽江市嘅陽江核電站。中電喺2017年向中國廣核集團購入陽江核電有限公司17%嘅股權。核電站設有6台機組，所有電力供應廣東省嘅用戶。自2014年商業運行以嚟，陽江核電站一直維持良好嘅安全紀錄。中電致力推廣核電嘅公眾教育，透過不同平台令公眾認識核電嘅好處，以及核電對減碳嘅重要貢獻。展望未來，中電會繼續配合國家同香港嘅減碳目標，支持發展包括核能在內嘅零碳能源，照亮美好明天。